單價6000零蚊一平方，帶埋裝修。而家所見到嘅全部都係現樓實景。呢個樓盤去到珠海嘅三武會員店呢，只需要15分鐘車程。高峰時期賣到12000蚊一方，而家直接打5折。上到嚟實體樓，今日我哋睇呢個單位呢，係望小區園林同埋泳池嘅景觀嘅，67平方，做咗2房2衛嘅設計。呢套單位總價只需要40幾萬，首期7萬，月供1600，就可以輕鬆安家置業啦。呢個價錢仲平過租樓。而家我哋所見到嘅嘢呢，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嚟嘅。廚房呢啲櫃呢，都係俾埋你嘅。咁我哋休息區係有2間房，都係做咗套房嘅設計。套廁嘅位置亦都係比較闊落嘅，房間都可以擺放1.5到1.8嘅雙人床。成個戶型呢，係冇半點嘅浪費空間嘅。我哋繼續過去睇第2間房。第2間房呢，亦都係比較闊落嘅，可以擺放1.8嘅雙人床。裏面呢，就係套廁嘅位置啦。呢個2房嘅戶型我哋就睇完啦，我哋繼續去睇另外一套3房嘅戶型。呢一套單位呢，係89平方嘅3房2廳2衛，首期9萬，月供2000蚊左右，總價都係50幾萬，亦都係帶全屋嘅裝修嘅。呢個就係交樓標準啦。呢個戶型係南北對流嘅，採光通風呢係比較好嘅。廚房呢亦都係比較大 L 型嘅設計。喺樓盤出發去到珠海嘅三武會員店，只需要15分鐘車程，25分鐘呢就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噶啦。陽台嘅景觀亦都係比較開揚嘅，可以望到山景以及城市景。呢度嘅空氣呢亦都係比較好嘅。休息區有3間房2個洗手間。呢一邊呢係第1間房，望出去景觀呢亦都係比較開闊嘅。再過嚟呢，就係第2間房，房間呢都係帶有飄窗嘅。最後睇埋我哋嘅主人套房，主人套房可以擺放1.8米嘅雙人床，東南朝向。套廁裏面嘅空間同埋光線呢亦都係比較好嘅。好啦，呢套單位就介紹完啦，有興趣嘅聯絡我攞更多嘅資料啊！